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出海。今年上半年也前7个月咱们的外贸形势还是不错的。我看好像是基本上2位数增长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亮点。这里面尤其新能源汽车出口也是大放异彩。但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出口利润到底怎么样？销量是不错也就是到底赚不赚钱，真实的利润怎么样，很少有人提，我们也很少从这个车企的报表里面看到。今天这个虎嗅 APP 它有一篇报道，叫中国车出海爆仓，就是出海非常多，但赚了个寂寞，那意思就是不赚钱，又是对吧？只热闹，赚了个人气，但是不赚钱。我们来看他文章怎么说的他说2026年呢，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迎来了一场集体爆发，这个是有数字支撑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欧盟加英国合计新车销量达到了723万辆，同比增长 6.1%， 也就是说整个欧洲那个汽车销量它是在增长的。那么在整体市场温和复苏的背景下，中国品牌成为了最大赢家。5家中国车企，哪5家呢？比亚迪、上汽、奇瑞、吉利和领跑，在欧洲合计销量是 64.3 万辆，也就是占 9% 左右份额从 4.5% 提高到 9%，接近翻倍。如果单看销量呢，那么在欧盟的销量是暴增 112%， 这些指标都是还不错的也就是上半年我们5家车企在欧洲那是一共卖了65万辆的车，这是数字更关键的是，中国品牌正在改写欧洲市场的竞争格局。今年5月，中国品牌在欧洲31国合计销售约 13.84 万辆。5月份这个单月超过了日系汽车，并保持领先优势，这是第一次超过日本的车在欧洲销量。所以说从销量曲线来看，那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个漂亮的销量曲线下面藏着一个尚未有人回答的问题，是谁最接近赚钱，代价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单车毛利，还是需要将其拆分为3块哪3块呢？实际上是4块，从4个角度去看。一个叫出口利润，一个是本地化成本，一个是渠道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车残值。什么叫残值呢？就是你这车第1年卖出去之后，第2年还值多少，第3年值多少，第4年值多少。你这个残值实际上跟金融有关系，那就是跟贷款有关系。这个很多欧洲人买车他都是贷款买车他是首付。那么贷款买车那就涉及到这个金融机构给你这个车抵押率是吧，质押率。如果你这车贬值的越快，第4年它就不值钱了，那金融机构它肯定本能的希望前3年就能把你这个车的这个按揭给它算完，对吧？就把你的钱赚回来。他不可能给你4年、5年、6年让你慢慢还。大家明白这意思就行。反正你的车贬值速度越快，那对金融机构来说它操作就难。但是如果你这车就不贬值，我们说极端情况它不贬值，那金融机构可以设计个10年、20年分期。那对消费者来说，他恐怕就是1个月就还个100欧，他就可以把这车开走。贬值的越快，你每个月分期付的钱就越多，那这个对消费者来说那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虎嗅说那第一本账就是出口单车利润。那就是什么叫出口呢？就是在咱们这儿在中国生产完之后上那个滚装船运到欧洲去。单车利润是4个账本中最直观明了的账本。我们可以先搞清楚一辆中国电动车从中国工厂到欧洲消费者手里到底要过多少闸。以出口模式
走到欧洲的车啊，这个欧洲终端售价 3.8 万欧元的电动车为例，终端含税价不等于车企收入，先要扣掉增值税。按德国啊 19% 的增值税反推，一辆终端 3.8 万欧元的车，就是你卖给消费者是 3.8 万，那你这里面已经含了 19% 的税，这税是德国政府收的，对不对？那么车企和渠道能分配的含税收入约为 3.19 万欧元，成本端依次往下扣啊，它就往回倒推，制造成本运费按中国工厂欧币价格加上欧洲到岸物流，单车成本 1.8 万到 2.2 万欧元，这个就是我们在中国这一辆车生产的成本是多少，然后加上物流，你把它运到欧洲的岸上，那么这里面就海运保险，对吧？你海上运输还要交保险啊，港口仓储，这个成本1500到2000欧元。那不光是这个，还有关税，对不对？欧盟对中国产电动车征税 10%， 然后还有什么反补贴税，一大堆啊，每个企业不太一样。比亚迪税率是 17.4%， 吉利 18.8%， 汽是 35.3%， 各家企业不一样啊，这税率。第三块就是渠道返利，从进口商到分销商再到零售商，欧洲经销商体系层层加价，约拿走终端价的 8% 到 15%。 那第四块就是营销质保如合规、市场推广、质保准备金、欧洲区域管理费用，对吧？还有各种认证，每辆车还要摊销数千欧元。这就是一个啊，在 3.8 万卖到欧洲消费者手上，这个车你这里面含这么多钱在里面，所以啊，你把这些钱全部刨掉，一辆终端 3.8 万欧元的车，车企留下的单车贡献毛利通常不到3000欧元，乐观情况下可以做到4000欧元以上，悲观情景下接近盈亏平衡。实际上就是啊，你终端 3.8 万欧元的车企它的利润就是 10% 左右，很多到不了 10%， 只有 8%， 这是比较乐观的情况。就这个啊，还不包括这个车企它的总部研发费用，因为研发费用是要分摊到每一辆车上，这个出口的车还没有分摊呢，你要再分摊，对吧？那利润就更薄了啊。这个只是出口模式算的账，也是目前真实现状。但是啊，毕竟有很多车企啊在欧洲布局本地化生产，那么本地化生产就意味着关税没了，接近于零，是吧？但是啊，你本地化生产的成本又出来了，人工成本，对吧？其他的成本又上来了，那这笔账是另外一种算法啊。为了避免出口模式下被关税吃掉一大块利润，并且啊，还有这个你出口模式有各种摩擦嘛，你本地化生产那就没有那些摩擦了。各家中国车企正在积极布局欧洲本地化生产，这个策略啊，理论上能把关税归零，但更高的固定成本会重新出现，因为你建厂那就是另外一套算法啊。怎么算呢？以比亚迪匈牙利工厂为例，这个比亚迪的匈牙利工厂咱们有一期介绍过啊，跟那个鄂尔班呢，它的政策有关系，所以现在这个新的匈牙利总理叫毛焦尔上台之后啊，他开始清算，所以这个又是叫政治风险。那么这种政治风险咱们先不考虑吧，对吧？就按正常情况下，一个新厂投资建设，那么比亚迪是投了40亿欧元，规划产能年产是30万辆，初期设计产能是15万辆，若按照10年折旧估算，就是你的任何先进的生产线，那折旧就是10年，最长是按15年，一般是10年啊。按照每年都是满产30万辆，产能开满，那么你折合到每辆车上的折旧费用就是40亿欧元了，你要摊到每辆车上去啊，10年之后你这就不值钱了嘛。那你每年生产30万辆，10年就是300万辆，你这40亿欧元分摊到300万辆车上，每辆车就是1300欧元，哎，这个账就这么算的。
但是如果是按照你每年只有15万辆呢，产能只有一半，那好，那你每辆车要2600欧元。我记得这就是初粮啊，那个老板给大家算的账。他说我们现在生产一辆车赔10万，他就是拿这个文字游戏啊耍大家的啊，耍消费者。他把他这个本来10年摊销的这些成本，他给你摊销的第一批车投上去了。他说我们现在生产一辆车是赔10万，这就是为什么恒大汽车的恒驰啊，网友开玩笑是吧？每辆车都是价值上亿的，不是那辆车真的啊值1个亿，而是那辆车身上背着的折旧成本，那所有的成本背着研发成本，那就要上亿。因为徐老板投了500多亿还是600亿去做恒驰汽车，一共就生产了500多辆吧，所以1个多亿嘛，就这么算出来的啊。那我们接着说啊，但折旧只是固定成本的一部分，折旧是固定成本啊，40亿。但是你后面你生产着无论是300万辆车还是150万辆车，你这还有人工成本呢，所以加上欧洲人工成本这个估算啊，按中国的3倍算，再加上能源、本地供应链和运营管理，按照行业通行方法估算，若计入折旧、人力、能源和本地运营成本，比亚迪匈牙利工厂年销量需要达到12万到15万辆，才能覆盖欧洲固定成本。也就是说你要达到15万辆的这个销量，你才能持平。这几乎接近初期设计产能的上限。在达到这个规模之前，本地化生产没有出口加关税更划算。也就是如果你比亚迪啊，你要销量达不到15万辆，你还不如在国内生产完了给它送过去，完了这个让欧洲人收关税，这种模式还便宜点，对吧？所以说任何它的一个叫平衡点，而且本地化生产节省的关税需要至少3到5年才逐步兑现，前期产能爬坡阶段，单车成本可能反而高于出口模式，这便是所有中国车企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本地化不是解药，本地化不是解决方案，本地化是新的赌注。那么第3本账就是渠道效率，就是那你就涉及到卖车。卖车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今天生产的车，对吧？我今天就卖掉了是最好的，最好我今天的车2个月前就被人交钱买了，是不是这样的？那这不更好吗？但是现实是我们大量的车是生产完之后放在哪儿，等着别人来买。渠道效率除了生产模式之外，渠道结构也是进一步决定卖车速度和成本的关键因素，其也决定了车企的利润能否被放大。基于此，虎嗅在欧洲走访了4类代表车企的门店，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虎嗅啊，专门跑到欧洲去看这个咱们国内4家车企。第一家啊，叫比亚迪和小鹏，叫自建网络稳重优先。在德国市场已然初露锋芒的比亚迪，选择了签约经销商自建销售网络的稳妥路线。事实上，其2023年进入德国时，最大困难之一就是签不到足够的经销商，花了近3年才建起约200个销售点。而当下小鹏也在走类似的路。在慕尼黑市郊的一家门店内，虎嗅看到小鹏与奔驰在同一展厅内展示销售，一边是100年德国豪华品牌，一边是来自中国的新势力。店内负责人对虎嗅坦言，德国汽车市场竞争非常激烈。那当然了，你到了人家大本营呢，到了 BBA 的大本营，虽然车型数量多，但燃油车的销量也在下滑。为了寻找新的销量增长极，我们决定代理小鹏汽车。小鹏厂家会和我们商议终端价格，新能源汽车不会参与燃油车那样的大幅促销降价。也就是啊，即便在德国在欧洲啊，那燃油车也在降价，也是那个一副崩盘的态势啊。我最近看这个昨天还是前天新闻呢，那个宝马5系现在只有26万吧，还28万，那简直的吧，越来越便宜啊！由此可见，中国车在欧洲经销商眼里不是信仰选择，是生意选择。正是因为燃油车卖不动了，所以需要能走量的新品，而中国品牌便成功的弥补了这一空缺。
在欧洲燃油车它也卖不动，也是销量下滑。自建渠道的好处是控制力强，利润分成比例高，代价是前期投入巨大。行业估算啊，在欧洲主要市场建立50到100家经销商网络，前期投入约3亿元人民币。如果单店销量上不去，这笔钱就是沉没成本。第二种模式就是大客户销售模式。作为曾经家喻户晓的欧洲品牌 MG 啊，出海具有多元化特征。数据显示啊，2025年 MG 欧洲全年注册量超过30.7万辆，连续11年蝉联中国品牌欧洲销量第一。2026年已成为首个在欧洲累计销量突破100万辆的中国品牌，那这就不少了啊！100万辆呢，欧洲人口不多啊。MG 的销量结构有一部分是大客户车队的和租赁业务，这种模式的好处是走量快，能快速冲高市场份额，坏处也明显，车队采购对品牌忠诚度几乎为零，私人消费者容易把 MG 当成租车用的，而不是消费者想拥有的，以为你这是专门为租车公司定制的。更严重的是，租赁车辆使用强度高，2-3年后啊，集中流入二手市场，直接压低残值。上汽集团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不久前 ，MG 在比利时和卢森堡成立直属的销售公司，接替代理商，直接负责分销和渠道运营，试图将销售节奏和客户体验逐步收归自身体系。MG 高层也公开表示非常关注残值，足以见得 MG 正在试图平衡规模与品牌价值之间的关系。但这条路啊才刚刚开始。那么未来呢？未来叫牛屋很美，但没人来。为中国新势力中最早布局欧洲的先行者，蔚来选择了直营模式，这也是最烧钱的一种路线。为了追求品牌豪华属性，蔚来在德国最核心的城市地段开设牛屋，柏林、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和汉堡4家旗舰店。但是啊，高昂的投入却并未能给蔚来带来足够的亮眼的销售数据，其在德国的销量也从3年之内从月均过百跌至月均个位数，就是你开了4家直营店，这车还越卖越少。统计数据显示啊，蔚来2023年在德国共计售出1263辆新车，2024年下滑至68.5%，就是下滑68.5%啊，只有398辆。2025年则售出325辆，再跌18.3%，你这越卖越少啊，这萎缩了，抽抽了啊！直至今年上半年，累计仅售出15辆新车，你合着4家店每家店只卖了4辆车啊，一个月卖不到1辆啊。德国媒体报道啊，说蔚来正在为德国4家牛屋寻找转租方，也就是他这个直营这个 4S 店要卖的了，要转租。这也被外界普遍认为欧洲直销模式不可持续化的最明确信号之一。虎嗅了解到，蔚来已然宣布将德国、荷兰、瑞典的直销市场转为经销商模式。蔚来董事长李斌在财报沟通会上明确表态，海外市场不会退出，但将主动放缓扩张节奏。蔚来的欧洲故事啊，是目前中国品牌出海最昂贵的教训。车型更新滞后、换店模式水土不服、品牌认知几乎为零等问题，都在放大直营模式的成本黑洞。毕竟在欧洲市场，高端不是喊出来的，也不是你营销出来的。欧洲的这个高端呢，它是用时间，对吧？用信任慢慢累积出来的。你突然宣布自己是高端，然后标个高价，你就是高端是吗？这个在欧洲你这一套玩不通啊。当品牌年销量只有几百辆时，任何重渠道模式都会变得成本黑洞。特斯拉的直营模式能成立，靠的是销量密度和品牌认知，不是门店的装潢。那么第4种就是领跑啊，领跑叫借船出海。在出海层面，领跑走了完全不同的路。2023年啊，一家叫斯特兰蒂斯的啊，这么一个欧洲的经销商，以15亿欧元获得领跑约20%的股权。
后续成立了合资公司，叫领跑国际，负责大中华区以外的销售和生产。领跑的销售网点全部嵌入斯特兰蒂斯旗下品牌的经销体系，渠道成本接近于零。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领跑在欧洲销售与服务点就超过了800个，德国已有182家。同样的量级，比亚迪花了近3年，而领跑只用了1年半，这叫借船出海。那么领跑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领跑德国市场负责人对虎嗅表示作为斯特兰蒂斯集团的一员，能够直接借助它的经销商网络，这本身就是非常大的优势。虽然所有在德国的中国品牌都在增长，但我们是其中增长最快的品牌之一。在6月到7月，我们的纯电车型销量排到了中国品牌第一，甚至超过比亚迪。那领跑的代价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领跑每卖一辆车都要和斯特兰蒂斯分成，领跑卖的越多，斯特兰蒂斯就分的越多，因为人家入股了值得一提的是，领跑的利润表必须拆分成2张来看，因为领跑还有一条隐藏利润来源，叫碳积分。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领跑向斯特兰蒂斯转让欧盟的碳积分，全年收入达到了11.1亿，相当于领跑全年利润的2倍，人家卖碳积分赚钱。相关政策显示2020年交易金额上限已提升至28亿元，意味着领跑在欧洲卖的越多，其能够通过交易碳积分赚取的利润越多。但是这个碳积分就相当于政策补贴嘛，也是政策红利，这玩意是不可持续的利润。从以上4条路可以看出，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正在从直营崇拜回归经销商现实主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如何保证二手车残值始终在线，便是决定车企能否在欧洲赚钱的另一大核心因素，就是残值。在欧洲贷款购车、长期租赁、二手置换是主流，残值下降一点都会变成真金白银的成本。德国汽车评估机构 DAT 数据显示2020年4月，中国品牌纯电及插混车型在德国二手车残值仅原价的 47%， 较2024年初的 61% 下降14个百分点。同期德国整体新能源车残值仅下降7个百分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中国生产的纯电或者是插混，那个贬值的越快，贬值最快中国品牌的贬值速度是行业平均水平的2倍。这就是中国车在欧洲市场面对的赤裸裸的现实。14%的残值损失意味着一辆3.8万欧元的车，3年后残值减少了5320欧元。如果消费者选择3年期租赁，这部分损失分摊到36个月，每月月供就要增加148欧元。基于此，部分金融公司为了对冲残值风险，会提高首付比例或利率。残值下降原因不在产品力，而在信任。DAT 调研显示近半数德国消费者认为部分中国品牌可能5年内会退出德国市场。品牌程序性不确定，谁还敢买二手车呢？再加上中国车迭代过快，官方认证二手和质保体系缺失，残值雪上加霜。也就中国车贬值快的原因还不光是说你产品不好，不是这样子，是你自己，对吧？一个是信任，你有可能在这儿搞个2年3年5年就黄了走了，有可能是什么呢？你车型上的太快，迭代太快这个 DAT 车辆估值主管对虎嗅说的更直接，说中国车仅推出优质产品还远远不够，车企还需要构建完善的配套环境。法国巴黎银行旗下的租赁企业德国战略合作总监则直言，中国新能源车与欧系竞品的残值差距本质是信任差距。那这个信任靠怎么解决呢？那只能靠时间，对不对？慢慢累积。而领跑对虎嗅强调
说我们有超过80%的车卖给了个人用户，这反映了真实的市场需求，也证明我们正在成功赢得客户。我们不靠压库存或者短期冲量，也不做那种只为了数字好看，最后伤到二手车价的事情。那这个领跑这意思，他这么说的意思，那就是有人这么干呗。有人啊在海外压库存或者短期冲销量，有人为了数字好看，然后就降价。你新车降价，你不二手车不就更惨吗？是吧？贬值的更快。所以说啊，这领跑就在说友商啊是这么干。那友商是谁呢？他说当然，领跑进入德国才1年半，第一批车还没有到换手周期，残值这道题领跑啊还没有交卷。那么虎嗅说了啊，仔细算过以上4个账本，回到最初的问题，目前在欧洲卖中国车，谁最接近赚钱？不是说谁赚了钱啊，就是接近赚钱，也就是他言下之意就是这些车企都不赚钱，谁有可能要赚钱？答案已经浮出来了，这是虎嗅的观点啊。他说啊，第一个，领跑站面最接近，但代价是利润分成和渠道依赖，天花板有限。第二个是比亚迪潜力最大，但需要用时间和规模去填本地化的坑，前期业绩会很难看。第三个就是上汽啊，有规模但避免透支品牌。第四个是蔚来已经交了最昂贵的学费。事实上，中国品牌在欧洲卖车赚的是规模、经验和入场券，还不是真正的利润。只有当中国品牌不再是价格杀手，而是拥有稳定残值、健康渠道和本地化产能的长期玩家时，这笔生意才算真正成立。到那时，欧洲市场才会从中国车企的销量故事变成利润故事。在那之前，所有漂亮曲线与增长数字都只是利润的借条。虎嗅汽车也将继续关注各家车企出海战略的最新进展，并带你了解后续更多内容。这就是虎嗅啊他的一篇报道。当然虎嗅这个报道，我觉得啊一家之言，为我们啊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车企在欧洲到底什么个状况。当然他这个啊还是这个更多的是了解这些经销商、这些机构，他没有去了解欧洲这个消费者用户啊对中国汽车的一个印象，也就是他没有深入到消费端。但这个对他要求太多了啊。就如果有机构啊去调研了解欧洲用户，对吧，消费端对中国品牌的一个看法，那这个就更加全面。这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通过虎嗅的这个报道啊，实际上我们有个印象，就是整个的上半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出海那是很热闹，对吧？这个节节攀升，但是至少到欧洲的这些车并没有带来什么利润，只是说到这个非洲的、到中东的、到南美的这些车有没有，或者到俄罗斯的车有没有赚钱，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反正至少到欧洲的这些车，它是搞了个人气，目前还在交学费的阶段。所以说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新能源汽车出口数据亮眼，对吧？先不要激动，看它能不能赚钱。如果你再算上啊，这个人民币升值，对吧？你说上半年人民币升值几% 了啊，那这一块又把这个新能源汽车出口啊利润呢啃掉一块，那就对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利润那就是雪上加霜。如果出口不赚钱，甚至还在吞噬它的利润，还在占用它的资金，那么这个对新能源汽车来说，对吧？它的内卷就更加加剧。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新能源汽车在国内那简直是，但销量是2位数下滑，现在指望着出口，但是现在出口车能卖一点，不赚钱，卖的多赔的多。那这不就是新能源汽车再加上这个啊人民币汇率升值，新能源汽车是不是雪上加霜啊？那新能源汽车那现在日子不是更难过吗？本来指望着出海是吧，来弥补国内的不足，那现在出海是出了，越出你血越出的越多，不仅不能这个内在自身的对吧去造血，反而还在失血，越渴越吃盐。总之啊，对新能源汽车来说啊，都不是好现象。我们密切关注
新能源汽车这行业。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